政府打算要引進這印度移工，卻引起議論。反對者用治安問題做理由，在公共政策網絡平台提案，讓政府愛趕緊打動。目前要到4萬人赴議。不過，當期和移民移工有接觸的移民工文學獎的創辦人士認為講，甲移工和治安牽牽做伙，這是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刻板印象。所以，舉辦這文學獎，希望透過文字減少台灣社會對移工的歧視。勞動部宣布，今年有機會引進印度的勞工，這個議題嘛，隨引起社會討論。反對陣營嘛，佇公共政策網絡平台提案，停止引進印度的勞工。目前已經有將近4萬人赴議，主要是煩惱會造成治安的問題。不過，移工的犯罪率敢有影遐懸？當期甲移工有接觸的媒體工作者有另外一種看法。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它也映照出台灣的另外一面，就是移工其實是台灣人的鏡子。我們怎麼樣看待移工，其實也同時是投射了我們自己的害怕跟我們自己的羨慕。移民工文學獎是國內唯一以移民移工為主題文學獎，今年第11年舉辦。參賽者用因的母語寫佇台灣的生活，透過文字分享生命故事。主要目的就希望講，足濟佇台灣住落來遮的移民，或者是移工吼，伊會當講來遮有一個發表家己的心理的故事的原地啦吼。我想講未來嘛是，阮公司嘛會可能吼，留遮故事吼。拍做電影無電視吼，讓大家來看安尼。主辦單位嘛講，這個文學獎到今已經累積超過3000件的投稿，出版10本的作品集。有得獎者就希望透過文學減少台灣社會對移工的歧視。透過文學獎，就是被台灣人看得見，然後也是被他們就是不要被他們那個看不起，不要有那種discrimination 那種的。第11屆移工文學獎14起稿開始收件，主辦單位希望文學會當加做橋樑，深化雙方的連結，嘛讓台灣人有機會理解不同的文化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